祝隆中兄弟姊妹平安健康快乐。嗱，在上帝裏面啊，這個基督徒嘅方面啊，就係會有信心。越開頭信心，行嘅路途都係信心，到出尾都係信心。但係呢，因為到信心十分重要。呢個希伯來書11第6節咁樣講到，但係一個人係講冇信心，冇可能上帝合意對佢。係咪人係嚟到上帝嘅面前，都係要用信心。信心意思係相信上帝係自家嘅救主，係自家嘅天父，係坐天坐地嘅上帝。然後真正一條心嚟尋佢，意思嚟講，真正一條心嚟相信自家嘅上帝，樣嘅信心，上帝人合意。嗱，希伯來書35節樣講到，因為到家樣人講，一個信心唔冇變黑。一個信心唔好脱黑從一個心中的啲必唔好走散，但係呢，因為信心帶自家到出尾，自家得到上帝嘅恩典，得到上帝嘅冠冕，得到永久嘅生命。所以呢，兄弟姊妹，自家要麼嘅苦衷，要麼嘅痛苦，要麼嘅煩惱，自家嘅信心一天一扎穩穩，對於耶穌基督，自家唔好變黑。阿門。